偉基情。你話你好享受單身，一個人自由自在嘅生活，實在係無拘無束。但係同時間亦都唔代表完全唔需要其他人嘅愛。喺享受同自己度過嘅日子裏邊，亦都唔可以失去愛人或者係被愛嘅能力。有時候我會諗，人喺愛裏邊係自私嘅，但係自私得嚟又希望擁有全世界嘅愛，就好似你咁，其實你已經單身咗差唔多半輩子啦。你話比起以前喺感情世界裏邊大起大落嘅情緒體驗，更加享受一個人嘅平靜。而家你會好好咁將自己嘅生活安排得非常之好，例如做運動啦、睇下書啦，亦都可以同朋友出嚟聚下會、傾下偈、食下飯。屋企仲養咗隻貓添，有咗佢陪伴自己嘅話，更加唔覺得戀愛係咩回事。但係久唔久有需要去嘗試去愛下人，又或者要被愛嘅感覺。你話以前咧，日日都喺度話要脫單啊，我真係要脫單啊！但係而家對愛嘅感受嘅需求，好似越嚟越寡淡，唔需要全面性咁樣喺生活裏邊有個人喺你身邊嘅話，想做任何事嘅時候，咪可以自己去自由自在咁樣決定咯。啊，間唔中搵個小伙伴啊陪住你去做嘅話，咁呢啲叫唔叫戀愛咧？有啲人咧話唔再相信愛，因為喺結婚裏邊受太多嘅痛苦。有啲人需要喺愛裏邊只係佔據你生活嘅一小部分，亦都享受緊單身嘅樂趣嘅。當今日我同你喺度傾緊愛嘅呢個話題嘅時候，關於我哋點解依然喺單身裏邊需要愛咧？真正嘅愛係點樣嘅呢？可以帶俾我哋啲咩咧？我哋討論咗一大段嘅時間，當然有風花雪月，有認真嘅時刻。我哋好主動咁考慮緊，到底愛嘅利益係乜嘢？愛可能係一個令到自己冇咗生活空間嘅一種元素，又甚至乎可以話可以分享到俾身邊個人你開心嘅時刻。咁對於喺生存同埋需要愛嘅資源嘅競爭嘅目的之下，我哋究竟心裏邊嘅傾向係真係要一個人喺佢身邊啦，定係話呢個人自私啲嚟講，可以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呢？為了